来看高雄市有未少新的道路，过去因为无青红灯，常常有车祸。后来有部分的道路有设青红灯，却拢无通电，所以青红灯嘛无啥作用。交通局是表示讲，有甲台电沟通咯，会来量早通电。 来到仁武新庄路甲新丰街口，看到汽车甲机车互相相让，明明路口就有车红灯，却拢无显示。这生气的骑家真多，赶紧国道10号，车流量真大。当地民众讲，因为路口常常发生车祸，这一年来地方争取爱装车红灯，虽望今年初车红灯装好，不过等通电搁要等半年，车红灯根本就无路用。因为阮大家也要过这马路，拢会觉得足细腻的，因为这车根本袂能源，尤其是有细仔囡仔就惊伊照出来。不过嘛，唔知为什么伊迄灯拢一直无开安尼。车祸频传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有说要来设。 但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也都还没用好。那新庄路附近中正路甲仁春街嘛有同款的状况。根据台电统计，目前高雄市交通局申请车红灯的案件，拢总有31件无送电。台电表示讲，因为因爱正式收到申请用电的单，才会开始作业。不过交通局是先装好车红灯，才来申请用电，才会造成即马无电的状况。其实有时候店家会同意借电给我们。 去过渡那个台电送电的时间哦，所以如果有合适的场所可以借电的话，我们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。其他案件大部分是在申请供电的流程中，有的是在设计中，有的是在施工中。 有的是在申请路政中。交通局表示讲，目前当咧找讲有适合的场所会当借电，会伫台电送电进前，先用借电方式互车红灯运作。嘛已经要求台电未来设置车红灯甲通电工程，共一个时间，才袂爱乌路乌2摆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